嗨，大家好，我是汤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进入2026年以后这个楼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似乎出现了回暖，成交量还比较活跃。这个我在2025年年底就一直说的吧，很多节目里都说过了。2026年1月、2月、3月、4月。会出现楼市小阳春，主要体现在这个成交量比较活跃，给人感觉它企稳，尤其是一线城市，不排除个别地方这个房价可能还会上涨，二手房，但是这个是暂时现象，我反复强调这个是叫小阳春，这个是由于这个学区房导致的。我看最近老有粉丝老有网友来问说这个上海或什么地方似乎房价又涨了，二手房现在又紧俏起来了。实际上我在很多节目里面反复强调，所以这里面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1、2、3、4这4个月，你恐怕你要关注房地产新闻的话，你看到的都是二手房成交活跃，不要大惊小怪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个高盛在2026年2月4日发布的亚太区确信买入金钱板名单中移除了华润置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高盛他本来在他的股票推荐里面就是你买哪些股票，他本来那个推荐里面有个华润置地，那就是房地产结果他把这个移除掉了。再联想到这个大摩前一阵子减持这个碧桂园，你说碧桂园都已经几毛钱一股了，大摩还在减持，碧桂园还是债务重组成功。高盛、大摩的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说明这些外资机构对房地产企业、房地产股票是什么一个态度。不要看他们嘴上在唱多他们嘴上都说这个房地产已经稳住了，26年稳住，26年稳不住，这27年一定会稳住。他们身体很诚实拿脚投票。关于2026年呢，这个房价涨还是不涨，能不能买房，这个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他有话要说大家看视频。2026年房价会不会涨，房子能不能买？今年一开年关于房地产领域大家争议比较大，关注比较多。有的呢建议大家赶紧抄底来买房，有的呢当然还是以前的这种悲观的观点。我来给大家讲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其实有些事情大家不要关注短期的噪音，大家还是要想一些长远和本质的问题。对于房地产我问大家2个问题，相信大家自己就有答案。第一个，我讲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对吧？因为人口才是房地产最根本的需求。那我们现在人口怎么样？2025年我们总人口减少了300多万，我们的新生儿790多万，创几十年新低。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人口的数据，中国房地产还能够回到过去暴涨的时代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要理性的去思考。包括我们现在从宏观、从居民的收入来看，现在房地产形势未来会怎么走。第二个灵魂问题是，现在国家大力的在鼓励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资金流入资本市场，来支持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的发展，这是整个我们国家的大的战略。大家想一想，国家会鼓励资金再度流入去爆炒房地产吗？房价暴涨的时代还会重新来吗？我相信问了这2个问题，大家都有清晰的答案，对吧？我们不能靠情绪，我们要靠逻辑。但是对于房地产，我也要实事求是的讲，我这些年一直为稳房市而呼吁，建议降息，降低这个老百姓购房的成本，放开限购，甚至我建议推出几万亿来下场收储。那么对于房地产，2026年我们能不能买房？我给大家建议如果大家有刚需改善型的需求，我认为是可以买的。但是你要买人口流入的核心区域，最好还是学区房，位置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大开发时代结束了，不是以前的高歌猛进时代，一定要买有硬通货属性的，它可以帮你穿越周期。但如果对于有人想炒房，我建议一个基本面不具备，国家恐怕也不允许。我觉得还是基于专业、理性、负责任的态度给大家讲讲我的观点。尤其是到了开年，大家对于房子的关注度会比较高。我呢提出了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这些分析框架呢行业都在用。还有呢，我在2015年预测了一线房价翻1倍，2020年我给大家讲过房地产出现历史性大顶。现在我对房地产看法是，未来是28分化。大家记住了，买房最重要的是3点：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多听人劝，听人劝吃饱饭。说实话，任泽平说的还是相对比较靠谱啊，就是他这一次他的这个判断呢，也就是房地产啊，你别想着再回到过去那个烈火喷油的年代，那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二个，炒房客对吧，再想通过炒房还想起死回生，国家也不允许对吧？国家政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说鼓励你去炒房，好不容易把这钱啊从房地产这行业里面赶出来，好不容易让房地产让这个中国经济啊摆脱房地产的这个绑架。虽然政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稳楼市，并没有说鼓励你去炒啊，所以任泽平说的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啊，这是对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基本判断。再结合这个人口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啊已经这个歇菜了，没搞头了。炒房的对吧，抓紧啊收拾摊子吧，想着怎么善后吧，不要指着这个国家什么救市来个什么大招，房价还要涨，然后你解套，这个机会没有了，这个可能性也没有了啊。这个我还是认可这个任泽平啊，他关于这一块的判断啊。但是啊，任泽平说能不能买房，他建议你买这个核心地段的学区房之类的，他认为2026年可以买。这个我得修正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他说的还是值得商榷，应该打个补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2026年买房的思路啊，如果你要买的话，买这个人口流入城市的核心地段，他是说的没错，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能不能扛得住30%的下跌。就目前而言啊，所谓的一线城市核心地段那也是可上可下的，你以为它跌到头了吗？不一定，有的地方刚刚开始跌啊，对吧？大部分地方已经跌了30%了，但是我说的一线城市啊，北京、上海、什么深圳，意味着啊，就是它所谓的核心地段，它那个房价还可以再跌一跌，对吧？甚至再跌一半，没毛病啊。如果你要买的话，你要做好这叫底线思维嘛，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买了，这房价还能跌一半，你能不能扛得住？如果你说没问题，扛得住，那你就买吧。扛不住你就掂量掂量。任泽平推荐一线城市是吧？人口流入的城市核心地段，指的是这个地方，房子作为一个金融资产，它流动性好啊，到时候你想卖能卖得掉，对吧？它可以交易，它跟那个鹤岗的房子不一样，到时候2万3万你还卖不掉，但是不代表说这个房子它价格就不跌啊。当然了，任泽平的意思啊，它潜台词是这个地方房子跌下去了，以后也会涨起来，人口流入城市嘛，房价还会往上涨嘛，它就是这个潜台词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2026年该不该买房，任泽平只是告诉你买什么地方地段，但是该不该买，我认为还得因人而异啊，还是根据你的抗风险能力。以北京为例吧，一线城市北京的房价有没有见底啊？谁敢肯定说北京的房价见底了？现在可以抄底。经济形势这么下去啊，北京、上海的房价实际上都没有见底。虽然上海出台了对吧，这个静安区、徐汇区收购二手房、老破小润作保障房，但那个也是形式主义啊，雷声大雨点小。按照这个网上的数据啊，北京的房价现在基本上回到了2016年，但是以我的这个记忆啊，北京2016年、17年的房价那比2010年或者13年吧，那都是翻了1倍啊。实际上北京这个房价最高点是应该是出现在2017年，2017年好像北京市在出台那个限购嘛，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这个北京很多地方房价就应声而落。从那时候开始，后面这个河北燕郊啊也出台这个限购政策，大概从17年、18年开始，那这个河北燕郊的房价就一路狂泻，现在跌了70%。那北京的房价现在是回到了2016年，2016年比2013年还涨了1倍多，所以说它回到2013年难道就不行吗？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查一查啊，就是2016年在北京买房的人有多少，就2016年之前买房的，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意味着这些人都是赚钱的。一旦这些人想明白了，对吧？他要出货，他要套现，他要去别的地方，要么出国，对吧？要么搬到小地方去，那你说这个量有多大？他可是赚钱的，对不对？现在卖也可以，也就是从2000年开始的房地产市场化，北京还有巨量的低成本房源，还有巨大的浮盈。就在2025年啊，北京有很多学区房，那价格都掉了30%。这个案例咱们也介绍过，很多北京的对吧？当初买那个老破小就准备学区房，小孩上学的，现在失业了要卖房回老家，现在都是贷款卖房啊。所以任泽平推荐的啊，他说这个人口流入城市的核心地段，真要符合这个条件呢，首先那个价格不便宜，第二个恰恰这些房子它是最后一棒，也就是最后是这些房子补跌，这个趋势我想大家都看到了。2025
年，对吧？是整个的是一线城市在补跌，越到2025年的下半年，北京、上海、深圳，它补跌的越厉害，下降速度越快，这就是补跌啊。那你同理啊，人口流入城市的这些核心地段，现在面临着一个加速下跌的可能，补跌，所以说啊，风险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学区的概念，现在人口在急剧下降，未来的吧，人人都可以上大学啊，上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10几年前那种学区房的这种概念一定会越来越淡化。当然了，你说这个上清华北大还是不容易的，那基于这个的这种稀缺资源，那个还是不一样，但是都得跌价，都得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要往下跌啊，这是没办法的事。那些弱一点的学区房，那就基本上没有学区概念了。你说作为牛马，作为韭菜，何苦去接这一棒呢？学区房这个概念啊，是一个正向循环。什么叫正向循环呢？就是在10几年前啊，对吧？你把孩子搞到名校的学区那儿，你在那儿买个房，孩子上学不管怎么样啊，或许有帮助，或许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你买的房子800万买的房子，这个6年一过或者9年一过，哎，你一卖变成1500万，对吧？孩子学习咋样不知道，反正你700万到手了，那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正向循环？也大家都去买学区房，学区房再贵都值。学区这个只是一个名头，吸引着大家去，热钱都去了。哎，你1500接到手之后，6年以后，对吧？变成2000万，又上了名校，对吧？又上了好学校，然后你还赚了钱，所以它是个正向循环，大家都拼命的往里挤，房价就是学区房的房价涨得特别快。但是现在是倒过来了，对吧？学区这个概念已经不火了，越来越多人不去接这个最后的这个飞刀去接盘，很多家长也没钱了，很多家长也觉得自己孩子反正去了也是白上，上不上该考啥学校还是啥学校，所以说这个学区房的概念就没那么火。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买学区房，把孩子送去了，千辛万苦，孩子学习还不行，完了你房子这个还赔了300万，双重打击啊！所以家长就开始不买了，不买那学区房的房价跌的就更快。你说现在20万一平米的房子，你去接手，你到时候准备20万一平米卖掉是吗？谁去接啊？大家都知道5年以后，因为你一接手至少5年吧，一般的是8、9年啊，小学初中上完，至少6年，等他上到初中嘛。你说谁知道6年以后是什么样子？你现在看一看6年以后那个人口是什么走势。所以说这家长已经一没钱，二呢想开了，所以不去卷学区房，那学区房这个信仰就坍塌，所以这个它就变成一个负循环。负循环是什么意思呢？现在20万一平米你买了，到时候10万一平米往出卖如果你们家小孩学习好还行，学习不好那不就更惨吗？双重打击。我一个朋友就托关系把自己孩子送到这个景山小学，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结果现在每次一吃饭一喝酒就跟我说后悔孩子学习不行，然后在那儿就自卑各种自卑。所以说这个不要迷信一线城市核心地段房价就不跌，对吧？但是任泽平也没说错就是他那个资产属于流动性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到时候你降价能卖得掉，出手快。你要买了鹤岗的房子，你降价不一定能卖得掉而中国很多城市都要鹤岗化。我们再看看今天看到网上一个数据说5大行数据，上海市场写字楼空置率突破57%，这太吓人了这数据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我就这么看了一眼，说上海写字楼市场2025年全年净吸纳量仅26.7万平米，不足去年水平的一半，就是2024年一半表明市场仍在艰难寻底，全年租金累计下跌 10.3%， 为近5年来最大年度跌幅，而市场空置率攀升至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上海甲级写字楼市场外资租户占比已从高峰期的 40% 下降至 30% 左右，而虹桥地区这一比例下降更明显。上海有那么几个地方是老外比较聚集的其中那个虹桥就是老外比较多，是吧？我记得那边是别墅多一点嘛，外企的高管喜欢在那儿扎堆有那么几个地方。我们经常说这个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实际上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楼市能不能见底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你这个写字楼租金在涨，空置率在下降，说明这个就业情况好了。就业情况好了，那你说大家刚需房还是有的嘛？就业情况一好，大家买房的冲动就有了。你看现在居然这个空置率是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租金下跌 10%， 比2024年，也就是说明这个上海的就业市场也堪忧。从这个也能看出来上海的楼市能不能见底，对吧？不要看那个新房它那个30万一平米的房子，2个亿一套的那房子。所以咱们这个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数字上海这个二手房成交400万以下的占
2/3，对吧？就不要被那个30万一平、2个亿一套的那房子蒙蔽了双眼。上海成交更多的绝大部分是那个400万以下的房子。上海的这个外资，对吧？租户从40%几下降到30%，这已经说明问题了优质岗位在越来越少，这个你不得不承认了。上海的房价如果稳不住，那全国还有哪个地方能稳得住呢？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是劳动报报道的关于上海租房的，它的标题叫太难了，上海老年人租不到房，甚至还有65岁禁租令。人大代表呼吁公租房向老年人开放。60岁以上老人租房很难，老年群体租房难题需要被看到。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人大代表陆毅建议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租赁住房体系，解决老年人租房难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陆毅在调研中发现，在租房市场中年龄歧视普遍存在，不少中介机构对60岁以上老人设限，部分平台将60岁以上租客自动归类为高风险群体，甚至存在65岁禁租令。陆毅坦言，从房东角度来讲，这些顾虑也无可厚非。租房给老年人有时候确实会给房东带来利益上的损失，如老年人在房屋内过世带来的房产贬值，老年租客房屋囤退难，生活习惯不同给周边邻居带来的影响等。陆毅指出由于目前没有相关问题出现后对房东救济措施，房东出于对风险的规避，确实对于将房屋出租给老年人形成疑虑。另外，由于当下租房市场房源大多针对年轻人，很少有适老化相关设计，如无障碍通道、紧急呼救设施等基本居住功能、护理康复、社交娱乐等身心服务功能。一些老旧小区虽增加了楼梯、扶手等设施，但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依然无法便捷上下楼。而要在租赁的房子里加装适老化设施，成本高，手续麻烦，还需房东同意，实际操作存在较大难度，进一步加剧了老年群体租房难。这个代表建议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解决老年群体租房难题不仅是民生问题，更是社会公平体现。陆毅建议通过制度保障、市场激励、社会协同等多管齐下，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租赁住房体系，为未来更深度老龄化社会未雨绸缪。要形成房东救济制度，采取措施切实降低房屋出租对于老年人租赁房屋的疑虑。公租房也别忘了老年人群体。陆毅建议说要建立适老化住房储备制度，在公租房建设过程中保留一定的比例，配置适老租赁住房，专门用于老年人租房，强化社区兜底职能，依托居委会或公益组织设立老年租房服务中心，引导大型房屋租赁企业开设老年租房信息平台或适老房源专区，归集低楼层、医疗配套等特色房源，增设无障碍设施、紧急呼叫等筛选标签，破解信息壁垒。此外，他还建议要加大适老化租房供给支持力度，利用城市更新契机盘活存量资源，实施老旧小区基础适老化改革，推出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进行适老化改造的企业、房东等给予改造费用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或减免其房产税、增值税，鼓励长租公寓企业试点灵活租期加服务包模式，为老年租客提供免费家政、定期健康检查等增值服务。这是上海的代表提的建议。确实这个年纪越大租房越难，你65岁以上很多那个长租平台都不给你租如果你找那个房东那房东一看你年纪大了，人家也不想租。如果你找中介也一样。为什么呢？麻烦，老年人吧，对吧？是高风险。什么叫高风险呢？脑梗、脑溢血，或者突然在房间里面嘎了。这个即便说房东不在乎，因为这正常死亡嘛中国人就这样正常死亡不要紧，只要不是凶杀案，那个影响不算太大。但是问题是人家房东害怕你讹他呀。这老年人如果在那房间里，如果对吧有个三长两短，这很多这老年人子女亲属他到时候反倒打一耙，对吧？还告这个房东，那房东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说房东呢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吧？我这房子哪怕是租不掉，我也不租给那什么老年人，没毛病对吧？这个我想这只要你是房东的话，你一定也会有这个忌讳。所以说老年人租房不好租，这是普遍现象。很多平台不写，他也没有规定说60岁以上不租，但是等你要真把身份证一亮说60，不好意思，人家找借口，对吧？不租给你，找各种借口。他不会直接说不租给60岁以上的。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反问一下为什么60岁以上你还租房呢？为什么60岁以上
按理来说应该是有房子，只不过你的房子可能不在上海，不在北京。如果你在上海，在北京已经待了60岁了，还没房子，那你为什么还在那待着呢？你应该换个地方。60岁了，对不对？你已经退休了，你还待在这个北京、上海干啥？完了你还没房子，你就别在那儿凑热闹了呗，对吧？这个广东清远、广东的惠州是吧？广西的什么防城港，云南的什么大理，还是云南或者什么叫什么西双版纳是吧？那些地方房子都便宜得很，无论是去租还是买，不能待是吗？对吧？把这个一线城市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对吧？你一个老年人在那待着干啥呢？你有没有正经的事，对吧？你这大清早的7点多你非跟人家挤地铁，对吧？晚上在广场上跳广场舞，搞得人你睡不着。年纪大的，对吧？60岁的你没房子，对不对？你还在一线城市挤着干啥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人大代表也是吃饱了撑的，对吧？建议条件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或者是广东那个气候好的地方，小地方、小镇、那个小城市、小县城，他主动的搞一些那种养老的这种设施房子，就是吸引老年人去住。你退休了没事干，你不有退休金吗？咱们现在叫什么？叫朝气蓬勃的老年人。你朝气蓬勃，你去这惠州这些地方，那房子又多又便宜，无论你是租还是买都行，生活也有保障，对吧？所以说如其呼吁一线城市什么或者是杭州成都这些地方，把那房子改造什么适老化，你不如号召提倡老年人你从一线城市主动的，对吧？你一退休你就走了，有房子的那另当别论，对吧？你都没房子的，你都退休了，你还在那待着干啥呢？既然是租房子，那你为什么不去广东，对不对？你在北京租一套房要5000一个月，那你5000你跑到这个云南某些小县城，你给租个别墅那1楼那什么适老化呀？你想咋整咋整。现在在一线城市打拼的没买房的，应该就抱这个心态，对吧？你就租房住到退休，或者是有的人到不了退休到了40岁就找不到工作了，相当于被迫退休。这时候就既然在一线城市找不到工作，那就去云南个旧，对吧？那个地方10万块钱也能买套房。有的老家有房的就回老家嘛，有的老家在小城市他有房，他只是跑到上海去打拼的。如果嫌老家的这个气候不好，环境不好，那就可以去南方。我们现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天天聊银发经济，所以一些条件好的、环境好的地方，想办法怎么搞银发经济，怎么把像胡一静老师这种人给他吸引过去。他有钱呢，他退休金1个月2-3万，对吧？就不要让他在北京待着这个跟年轻人挤老年人大量的离开北京、上海，北京、上海的房子是不是就空出来很多？房价是不是就便宜了？年轻人租就更便宜，年轻人压力就没那么大，他就能容纳更多的年轻人。所以说这也是腾笼换鸟把这老登全部让他离开一线城市，找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嘛，对吧？环境更好的地方。年轻人是跟着工作走，跟着就业走，所以他要去大城市，对吧？你这老同志你就跟着环境走，跟着气候，哪里舒服去哪里，对吧？没必要跟年轻人挤在一起挤在大城市你说你大清早的7点你去挤地铁，人家好不容易抢个座还得跟你让座，这不是添乱吗？刚才人大代表专家的建议可以到一个小城市去搞他那一套各种适合老年人的适老的房子、适老的这种设施，由地方政府或者找这些开发商投资或者去改造，然后让这些吸引全国的老年人去那儿养老，这也是个产业不是银发经济吗？市场化。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